而家用你1分鐘一齊掌握 Focal Bathurst MG 法式魅力啦！Bathurst MG 採用嘅咧40mm 純鎂金屬單元，真正法國製造，仲用咗佢哋非常出名嘅 M 型振膜，高剛性又夠輕，聲音就可以更加線性低失真。而嚟到今次 Bathurst MG，Focal 仲帶嚟聲音個人化功能，喺專屬嘅 App 入面做個簡單檢測，就會自動炮製一個專為你而設嘅 EQ 模式，將佢嘅聲音潛力完美解放。而改用咗純鎂單元之後 ，Bathurst MG 嘅聲音表現就有顯著嘅提升，低頻更加緊緻高質，高音亦都更加亮麗富通透感啊！再加上改良咗頭帶同埋耳墊，帶嚟更加嘅佩戴感，以至 Focal 耳筒一脈相承嘅獨特而上乘嘅做工質感，令到佢由外到內都一樣睇得又聽得。而佢支援 aptX Adaptive 藍牙無線解碼，以至支援24bit 192kHz 解碼嘅有線 USB DAC 模式，就令到佢無論有線同無線連接嘅表現喺同類產品都一樣咁出眾。而佢30小時嘅電池續航力，搭長途機去外國旅行都唔使叉電，出門前快充15分鐘都可以用到5個鐘啦。聽完呢1分鐘，想知我哋點睇呢一對耳筒，即刻 click 入去睇我哋嘅詳細評測啦！